Taste of Fat。8月24日分析港股通14個大板塊資金流向。如果睇5日資金流，表現最好嘅板塊係互聯網和科技，大概流入資金53億，而其中9988阿里巴巴大概流入資金53億。而表現最差嘅板塊係醫藥，大概流出資金67億，而其中1093石藥集團大概流出資金15億。如果睇一日資金流，而最好表現嘅板塊都係互聯網和科技，大概流入資金47億，9988阿里巴巴大概流入資金22億。而表現最差嘅板塊係工業產品，大概流出資金28億，981中芯國際大概流出資金19億。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增幅股票分別係6185康希諾生物、2208金峰科技、3986兆易創新、2828恒生中國企業分別增加7.0%、5.8%、5.1%、4.6%。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跌幅股票分別係2648安井食品、6613藍思科技、1347華虹半導體分別減少3.1%、3.0%、2.7%、2.2%。14個大板塊，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增幅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互聯網和科技、電信、資源、金融服務、能源、消費服務、運輸、綜合企業、基建、地產建築、消費商品、醫藥、工業產品。以下只係經過粗略計算所展示資金流排列，可能跟實際數據有出入。下圖展示南向資金流入頭100大股票，下面一行展示頭50大股票，而上面一行則第51至100。每一支巴長度代表資金流入數額，長度越長代表資金流入越多，而每一支巴上嘅數字代表資金連續流入嘅日數，連續流入日數最高就用黃色表示。如果喺頭50大南向資金流排列之上，再加上相關股票嘅陰陽燭圖，喺新加部分嘅第一行裏面，黃色粗線為南向資金持倉比率，右邊 Y 軸為相關百分比數值，第3行為相關股票港股通南向資金流，紅色代表資金流出，綠色代表資金流入，而每一支巴上嘅數字則代表相關股票當日南向資金流入或流出嘅排名。頭10大南向資金流入嘅股票分別係2800盈富基金、9988阿里巴巴、700騰訊控股、3033南方恒生科技、2828恒生中國企業、6869長飛光纖光纜、2318中國平安、1810小米集團、2628中國人壽，最後係3690美團。如果由最大資金流入改為最長連續流入日數，頭10大最長連續流入日數股票分別係392北京控股、325布魯可、667中國東方教育、3441南方東西精選、1766中國中車、639首鋼資源、1783金輪控股有限公司、883中國海洋石油，最後係817中國金貿。如果將第一幅圖轉90度重新排列，顏色改為以板塊去劃分，再按呢100隻股票不同板塊資金流入總和去排列，可見頭5大南向資金流入板塊分別係交易所買賣基金、互聯網和科技、電信、資源、金融服務。如果將呢100隻股票劃分為4個強弱類別，分別為弱勢、轉弱、轉強、強勢。暫時弱勢嘅股票有24隻，轉弱嘅股票有16隻，轉強嘅股票有14隻，而強勢嘅股票有45隻。維持強勢嘅股票可以劃分為11個板塊，股票數量有45隻。今日 Taste the Fat 4個部分已經完結，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發表意見。如果喜歡 Taste the Fat，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收看，如果有興趣，歡迎繼續收看。Taste of Fat。